信心是阮随时的帮站。主，阮感谢你，伫这个时时，咱大声开嘴，要来学罗你。我来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咱大家起立，咱来唱这首真欢喜的诗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甲你的正面、侧面的朋友讲。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上帝的主意，因为耶稣这最深，因为耶稣领的命，因为耶稣来辅导我的人生，我已享受主王名，我已给人的主名，因为耶稣奉行。就是掉，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女，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主意，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彼此分出生换来，有时欢喜
了，归予主。主愿愿一世人跟对你，求你确实阮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求你确实阮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花早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到只有路搁加忧愁，已经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将远远，互我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对你，因无你甲你行去，愿一生看到只有路搁加忧愁，已经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灵里，愿你的阳光显明。愿一生的苦口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就会过去。求主你美妙的恩典永远留伫阮的心里。求你确实阮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花早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透只有路搁加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将远远，互我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因无你甲你行去，愿一生看透只有路搁加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灵里，愿你的阳光显明。搁一摆宣告，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因无你甲你行去，愿一生看透只有路搁加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
向阮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赐予阮有恩典，这恩典是白白得来，我愿意分享出去。感谢耶稣基督为阮定十字架，然后出伊的宝血，互阮会甲天父搁一届来和好。主阮知，阮无够完全，总是阮互完全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互阮的性命会当过来完成。信心嘛时时来更新阮的性命。主啊，我一个一届伫你的面前来宣告，我一生要跟对你。阮知，阮是小小的人，袂当做大的事。总是你无看起阮每一个人，有人亲像手，有人亲像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阮的教会就要成做一个完整的机体。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真实的敬拜。这诗歌，搁一届，就是阮的祈祷。主，阮感谢你，赐阮智慧，互阮会当长命。阮毋是要成做一个敖的人，总是愿意，互耶稣基督来使用。主，搁一届献上阮的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大家请坐。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财物甲聪明，拢对伊的喙出。弟兄兄弟平安。咱请起立，吟诗，信圣诗348首，求主驾驶，愿祈祷，请起立，吟全首。
你求讨，阮若所求，啊你旨意，愿你应允，愿出主意，求主变互你心话，最近的带来我话。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用主爱保守阮，带领阮平安来到你的殿中。伫即个美好的早起时，阮同心敬拜你，求你用宝血洗净阮的一切污秽，互阮的心灵拢会当降服伫你的面前。求圣灵引带阮接下来的诗歌学乐，愿你亲自掌权。高抹牧师的讲道，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你的话语，也为着找做辛苦白兄兄弟，求你伸手你的圣手来医治因，也为着美国甲伊朗战争、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来代祷，希望早日停战，互这百姓拢会当过着正常的生活。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圣诗，圣诗的后壁1063页。启应，我来启应文36，箴言第8章第8，我来替恁来印。请听智慧得救，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憨直的人啊，要学习精明，要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伊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也未有深渊。我出母胎的时，大山也未受造。
迄时大地的产业又未创造，也未安置强枪，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线、界限，互海水袂搬过界，互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打我的囝，要听趁我。要听教士来得到智慧。听趁我的人真有福气。找到我的人的，就是找到性命。以上，搁刷一下献诗，要请少年团过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主，我要学乐你。
感谢上人团契，用上水的诗歌来学老子。请起立，咱来念主祷文。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人亲像天里。我的日食今仔予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的后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伫朝安你伫市，就叫阮发离你的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来献开新的圣经新约、圣经旧约列王记上3章第50节、第13节。我来恭读上帝的话。第几遍，米士伫梦中，耶和华对所罗门王出现。上帝讲：你爱我想使你啥物，通对我求？所罗门王讲：你捌是阮，互你的奴仆，我的爸大卫，照伊的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甲你伫地，行伫你的面前。你也甲我留即个大恩典，就是想使伊一个囝坐伊的族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当你互你的奴仆煞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总是我是囡仔，毋知着怎样出入。你的奴仆踮伫你所敬的百姓中，遮的百姓多甲袂算得，也算袂了。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因为实在会判断你遮多的百姓啊。因为所罗门求遮，主欢喜。伊的话，上帝对伊讲：你既然求遮，无为着家己求贺寿，无为着家己求好业，也无求灭绝你的对得的性命，单单为着家己求智慧，通分别心怀你。看，我照你的话来做。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至到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你以后也无有人起来亲像你。你所求的，我也予你，就是好业、尊贵，予你伫世间的日子，列王无一个会比得你。以上。求主将你的话贴点伫我心。煞接来讲道，要请咱的蔡牧师来讲道。伊要所讲的题目是所罗门王的祈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顶的爸赐予阮伫风台落雨过了，阮有好天好日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三脚敬拜。拄这是你所设成的主日，也是阮伫即中间欢喜快乐，同齐来敬拜阿罗你。主，阮献上阮的感谢。天顶的爸上帝，阮当要透过伫所罗门王伊所讲智慧的话。也伫上帝你的面前，记载伫圣经这记录，也帮助阮，互阮知影一个信主的君王，互阮知影伊所祈求的，也常时成做阮的祈祷。阮求上帝，互阮对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祝福。主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亮光，互阮戆人会当得到通达，互阮伫愚戆的时，伫无法度晓悟心强硬的时。对主你来得到帮助，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伫咧思考所罗门王的信仰甲祈祷，咱需要先了解，先安怎
的一个童年吼，细汉大汉的时阵吼，你也讲，迄个上介好成长的阶段是安怎安排较好？怎么样的成长才是最健康的啦？咱逐人拢有即个爸爸妈妈的期待，每一个人中代拢有即款的期待。咱讲望子成龙啦吼，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啦吼，啊，总是这吼，其实这就是咧显明咱的父母对于咱的囝儿有期待。总是咱看所罗门的童年吼，伊自细汉大汉的过程，其实回顾的这个过程真戆影，就是上帝透过伫大卫伊的王宫、伊的遮的皇室的遮的贵族咧安排。大卫甲拔示巴的故事，伫撒母耳下卷第11章，可能大家印象足深吼。拔示巴是这个大卫的部下乌利亚的太太，但是因为大卫吼看到拔示巴的这个美貌，所以互乌利亚伫透过这个元帅约押的命令，到伫战争上界危险的所在，伫遐战死，即种照刀杀人的即种安排吼，咱看先知拿单，伊直接讲啊，伊拢无撇面啥，伊直接甲大卫讲，迄个好野搁抢送向人财产的，迄个人就是你啊，大卫啊。所以所罗门也就是大卫甲拔示巴因所生第二个囝，因为大汉的头一个上帝讲咒诅，这是恁这个犯罪所生的上帝咒诅，所以迄个无留落来。但是后来这第二个囝是上帝为着要安慰拔示巴，伊失去大囝，所以当因安尼经过了后，所罗门长大，然后成长。这是因第二个心血结晶啦吼。囡仔咧细汉的时阵咧成长，父母拢会足丰富、足丰富，甲因安排，甚至是过头丰富咧准备啦。昨阮伫教会二楼有举行即个亲子的读册会吼，就是亲像牧师、牧师娘，啊，搁一寡咱的囡仔吼，像阮即个三个囡仔。较幼稚的即个囡仔吼，啊，阮有互小朋友伫边啊，啊，因会当哪佚佗，大家做伙斗阵，安尼足趣味的。啊，总是阮读一本册，即本册叫做《子女心，父母情》。你讲即个册名怪怪，应该是爸爸妈妈迄个心肝头咧想啥，啊，囝儿逝世对爸爸妈妈有情有义，毋才会有效对无？颠倒变哦，伊讲子女心。父母情，所以意思是讲，你的囝儿咧想啥物？啊，其实爸爸妈妈，你爱用感情、下感情落去，好好啊看待，知影啊理解了后，也帮助因肯定因的成长。总是，就算讲咱即个，就是亲像我本身是42岁对无？但是即个我食到即个年岁啊吼。嘛袂使安尼讲啦吼，即个当咧家庭，当咧车养细囝，啊爸爸妈妈做阿公啊吼，其实伫父母的眼中啊，即个因已经做阿公阿嬷，对阮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啊吼，也是无微不至。所以回想啊，就讲迄个时阵细汉的时阵，谁哪爸爸妈妈着爱安尼一间学校，佮安排过一间。幼儿园安排3间，小学安排3间，国中阁安排3间，谁哪一直咧转学吼？其实即个成长的过程，经历遮尔多的转变，常常咱毋知影讲父母迄种孟母三迁的迄种辛苦啦。所以最后，迄个对伫儿女即个环境是会互伊变好，还是对伫遮个同学去学歹？这当时咱足烦恼，一切拢足歹讲。总是对所罗门来讲，若是照历史咧估计伊的年岁，就是伊继承大卫做君王，其实是20岁。
但是圣经则甲咱讲，伊是还佫幼稚吼，表示讲伊还佫对未来还佫无啥物信心啦吼，还佫无啥物信心，伊还佫感觉家己真幼稚。但是伊这20冬的中间，伊毋知影，伊咧长大成长，这20冬对出世到要接即个王位，其实这20冬发生足侪代志。列王记第1章咧记载讲，大卫已经年老，身体退化，到伫迄个家己顾吼，困眠拢会骹手冷吼，家己拢顾袂好势啊吼。所以，剩就是王后，就是即个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伊还佫有影响力。总是先知拿单替因安排，就是讲，当有一个继承意图。即个大卫的第4个囝就是阿多尼亚，即个第4个囝，伊有2个足重要的大臣咧支持咧应付伊要做王，所以对安尼的时阵，大卫爱先抢伫大声，照着先知拿单的安排，抢大声讲，我先将我的遗嘱吼，就是我最后要讲的话。最后要要求的指示先写有好势，所以伊就要求讲，爱所罗门徛炉仔进入城来登基做王，伫基训的所在受抹油。所以大卫迄个时阵，伊登基做王，检采迄个时阵还未成年，还是亲像伊家己所讲一个囡仔。但是大卫交代所罗门，伊做王的接续做王的即个细囝，交代2项足恐怖的任务。这2项足恐怖的任务，就是对伊久即个元帅约押已经捌累灭伊即个姊妹，这2个伫伊身躯边的即个人神，大卫交代讲爱将因杀死。所罗即个后来。所罗门也下令，将伊即个本地要继承王位阿多尼亚，即个第4个囝，就是伊的兄哥，总是共爸爸无共妈妈，所以伊也将伊要杀死。因为伊要求讲，迄个过去爸爸伫咧困眠骹手冷吼，咧服侍的即个女婢阿比萨，要将即个阿比萨将恳求王所罗门来赏赐。互即个阿多尼亚做伊的查某囡仔，所以对安尼伊讲这袂使，所以才将伊的兄哥就是阿多尼亚来甲处刑。咱看到即个所罗门伊所承接皇家的使命吼，伫咧王宫即个贵族伊的使命，伊头一个大生继承王位的时阵是要做啥？铲除异己啊！伊是要将迄个甲伊意见无相像的先杀死，这是伊还未甲耶和华上帝求智慧正经发生的代志。咱看到今日圣经在咧讲，所罗门来到伫基遍、伫迷示、伫梦中，甲上帝咧对话。其实伫列王记的记载，咱会当对照来看，就是看历代志上卷。咱发现讲，伫历代志上卷小比拼。共一个时代的即个记载，所罗门做王来到基遍献祭，即个献祭祈祷的过程，伫历代志上卷咧记载。其实这毋是向上帝献祭唯一的选择，总是老爸大卫已经将约柜刷到伫耶路撒冷，刷到伫遐，只是还未起造上帝的圣殿。总是对伫安尼，所罗门伊选择要去基遍的即个原因是啥物？就是因为迄个所在有足大的树坛，树坛甲祭坛，咱来分互清楚，这2个无共的物件。树坛是咧拜偶像的，但是足大的意思是检采遐有相关的器具甲建筑，是会当献侪的祭物伫因的神明的头前。伫遮咱讲这段还未起造，上帝的圣殿还未起造，所以所罗门伊献祭的所在
去到伫基遍。这是为着要拜偶像所准备的所在，伊带真清的遮的祭物，咱通想象，迄个牛羊牵拖拖的，真大的队伍，包括伊的部下、伊的奴仆，佮包括即个国家的祭司，通讲即个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伫基遍。历代志上卷记载真清楚，讲所罗门来到遮是为着献祭，要向上帝求智慧，所以祈求上帝的智慧，才来到这个所在来献祭。那照安尼，其实本地伊就准备好要得到什么，总是伊准备祭物，就是这个相关的祭事，伊拢准备好势。但是伊所使用的是拜偶像的器具啦。上帝愿意听人的恳求，听人的祈祷，毋是因为你是君王，也是你是送香人，你是一般的人民，有啥物款的无共。但是最要紧的是，当所罗门伊咧祈祷的内底，伊所祈祷的事，就是伊咧判断、伊咧断定遮个人所袂当解决处理正人的事来到伊的面前，伊有即个判断的智慧。所以当安尼的时阵，上帝敢毋纳即款的祈祷，因为伊毋是大声求家己的富裕，也毋是求家己当火寿，是咧求讲会当治理遮个罪甲袂算得，遮个百姓中间会当做正确的判断。上帝对伫安尼的祈祷正面回应，讲你无求的，我也要赐福你，就是好业，就是尊荣，就是伫你在世间的日子。无有一个王通甲你比拼。你若照伫你的老爸大笔，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要互你长火寿。咱看到上帝对这个正面的回应，所罗门的祈祷是要互伊真正治理百姓顶面有智慧。所以所罗门伊写足侪关系到智慧的诗歌甲文学。这段圣经节。其实真正结束的所在是伫15节的所在。伊讲所罗门真神，煞无想到讲这只是民望啦。伊倒转到耶路撒冷，就是徛伫耶和华上帝约柜的头前，献烧祭、甲平安祭、甲正奴仆、正大神伫遐做伙认食。咱要安怎来透过所罗门伫遮的祈祷来看伊一世人？其实咧做王进前，我头拄仔讲，即个共老爸无共老母的兄哥阿多尼亚，伊要夺取王位，要应付伊做王的一个元帅就是约押，另外一个就是祭司阿比亚他，才会当变到互所罗门做王进前危机重重。所以伊做王的即个路吼，那真像。咱迄个高空飞人走钢索，非常的危险。这个王宫内底吼，皇室的这个争权夺体吼，暗潮汹涌啊。所以人的心底下，你抢我抢吼，迄个代志愈来愈浮起来，你争我夺，浮上台面。这款的代志是一个当咧学生活的知识，也是对人的心迄种黑暗。要阁无啥清楚一个少年人哦，伊伫遐受即个环境影响哦，爱赶紧大汉。我咧讲的少年人是啥物人？所罗门，伊伫遐被逼迫要赶快长大，所以所罗门伫遐选择讲一项就是偶像献祭基遍的所在，来耶和华上帝献祭。虽讲迄个时阵，上帝加倍赐福伊所恳求的，但是那亲像15节咧讲的，就是即个联合的王国，北平以色列、南平犹大联合成做一个王国，总共120冬。即个结束的时阵，也就是伫所罗门的身上，伊的状况毋但是祈祷产生上帝对伊的祝福，而且伊伫基遍做梦。然后倒转来到耶路撒冷，才正式来到伫约柜的面前，来正办的正当来献祭。所以当伊安尼咧上咧献祭甲祈祷，
其实咱看到伊咧献祭祈祷，先大声到基遍，然后来到伫耶路撒冷，来经历着真实的献祭甲祈祷。其实伊咧想象的、甲事实、甲现实的顶面是有差别、是有出入的。亲像咱咧做梦，甲现实也无一定拢共款，所以即个差别相像。想到讲所罗门梦醒起来，才倒转来到耶路撒冷，其实伊咧做王的过程，也亲像咧经历一场的民梦。即个民梦，互伊经历着伊所爱要做的。虽望伊有即个世间第一的智慧，即个逐个国家拢真兴盛，遮个财富遮尔多，但是伫逐项事的顶面，伊无影拢是照上帝所爱行的去做。咱看到伫联合王国120冬的中间，大星对扫罗是迄个外表比人悬一粒头，人对外表甲肯定的君王。大卫是真做上帝的心意，但是伊活伫上帝的心意内底，要为犯罪的君王。咱讲真性情啊，虽望伊犯罪，但是伊知影，随听到就随悔改。总是对所罗门来看，这第3个40冬，伫联合王国，将伊塞到伫世界上界悬的所在，全迄个时阵，逐个国家拢来条件即个所罗门王，拢来问伊关系到智慧的问题。总是伊最后因为甲遮个外邦的女子通婚拜偶像，所以迄毋是上帝心意内底要爱的君王。虽望伊已经行到伫世界的上悬的所在，迄个时阵若是讲起联合王国，就是咧讲所罗门所治理的即个王国。咱回过头来看，当伊的祈祷甲伊的一生，咱会当学，会当学习，会当来正做咱的境界几项事。第一，咱需要肯定，就是所罗门伫即个祈祷内底，伊毋是求家己当岁寿，嘛毋是咧求财富，伊咧求百姓中间会当判断，会当省查，会当做正确的断定，才会智慧。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伊讲毋通单单顾家己的事，也着爱顾别人的事。这是保罗爱咱学习用基督的心正做心，一个开始上界要紧，爱做心理建设，就是毋通顾家己的也是爱顾别人。所以当咱知影，毋是搁为着家己咧祈祷，是愿意替身躯边的人三体祈祷的时阵，咱的生命会改变，咱的生命会变做真丰富甲有春。迄咱会较减少讲，咱看家己敢若无满足，也是欠缺的所在，也颠倒转过来看咱现今所掂的即个状态，现今的即个阶段，你就会开始感谢上帝，讲感谢主，这是上帝对我已经极大的恩典。足侪的学者，足侪资深的牧师，拢认为讲圣法兰西斯有一个祈祷文，是足恶得伫现实的生活来做甲到。伊讲主啊，互我做和平的囝，伫怨恨的所在也种也疼的种子，伫伤痕的所在也饶赦的种子，伫怀疑的所在也落信心的种子，伫绝望的所在也落毋望的种子。伫黑暗的所在，也落光明的种子；伫忧愁的所在，也落欢喜的种子。这每一项拢咧看到人的软弱甲矛盾的内底，就是人要安怎伫即个困境的中间，超找到迄个活转身、颠倒方向的找求迄个得救的道路。所以这也成就这篇的祈祷文。总是头前的这段祈祷，咱感觉讲哇，这真无容易哦。迄个逐工咧看到黑暗的，逐工看到绝望的，要安怎活转身呢？这只有上帝会当帮助咱啊。但是后半段，这段的祈祷的后半段，咱其实是会当一步一步，你我拢会当学习来做。
后半段伊讲主啊，互我较减少为着家己祈祷，较减少求得着疼，是专心要付出疼，较少要求家己得着安慰，是求会当来安慰人，较少求家己互人理解，求会当来了解别人。当我放下一切的时阵，咱就有通得着。当咱得着赦免的，当咱要赦免人的时阵，咱就要得着赦免。当咱面对人生的结束，咱就顶着顶头生，通进入永远话。这是圣法兰西斯伊的祈祷。咱对后半段，其实大生你莫看家己的处境会艰苦，先看到需要替别人祈祷的事，这就真做咱一个真要紧的学习。第二项，咱若真足来看所罗门做王，头一项做出关系家己的代志，其实是第3章第1节，伊讲伊带这个法老的查某囝，这个代志毋若是正做所罗门写作雅歌，也是讲伊所疼惜、伊所思思念念、伊所疼的人若定。其实所罗门真正非常咧爱这位外邦的公主，所以通讲是金屋藏娇啦吼。伊佫较赢过伊的老爸，为着上帝起圣殿的迄个用心。咱若看伫列王记上卷第6章落尾的所在，所罗门王已经将圣殿起造好势，对头到尾总共7冬的时间。但是伫第7章一个开始，伊讲起造家己的王宫，迄个宫殿曲开时间开13冬啦吼。所以通想象就是将伊家己的王宫起甲遮尔久，迄个起造的即个大的即个形象，互伊会当搁较侪即个后宫3000吼，才会侪的即个太太吼会当住伫遐。所以伫11章第3节到第4节，所罗门有讲伊即个嫔妃吼，总共700位吼，拢是公主。啊，佫讲到遮个伊的即个嫔妃吼，有300位，总是遮个对伫王后以后，遮伊要甲因有阿某关系，来迷惑伊的心。所以所罗门年老的时阵，遮个妃嫔吼来迷惑伊的心，互伊去对别个上帝。伊无照伫伊老爸大卫诚实来顺服伫耶和华伊上帝。这咱讲一句俗语讲：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啦吼。所以所罗门祈祷，虽讲伊毋是为着家己，但是伊实际着所做起造圣殿开双倍的时间，伊来起造即个后宫吼，即个宫殿，互外族的女子甲伊通婚，带来即个偶像的敬拜。这甲当初时，伊照着基遍的手段来向上帝下愿祈祷，迄看起来哪亲像无要无紧啊！因为迄个坛足大的吼，会当献搁较侪祭物。当初时只是即个简单的想法，敢若无要紧。但是即个错误却造成日后真严重的后果。真正无要无紧吗？即个手段咧限制，伫咱今日会去社会看做啥物？弥迦书第6章第7节，伊讲耶和华上帝敢欢喜迄千千正的工油，也是万万条的油河。我敢通为着我家己的罪献我的大囝，也是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出的。真正的限制，一点仔拢袂使凊彩啦。所以，亲像你我今仔日，咱伫上帝的面前，爱存着正确的态度来献祭。这将来，咱伫即个献祭的中间，咱伫将来会得到上帝要安怎甲咱回应。最后，其实透过所罗门伊所记载即个祈祷，可能会互你我拢感觉足奇怪。是安怎伫圣经在咧记载列王记，佮继续记载落，就无听到所罗门咧祈祷啊！
所罗门咧祈祷的即届，敢若即道记录起来，关键在伫伊所求讨的智慧。咱看第3章第9节，圣经在咧讲智慧，即个希伯来原文翻译就叫做会当听的心，能够倾听的心呐。即个重点是，咱爱听的对象是几罪？咱要听什么？是听人咧当对咱的讲话，还是听上帝的声音？所以，这个诉讼是出对百姓。当所罗门求智慧、求会当听的心，就是所罗门专心咧听的言语，迄个声音是出对身躯边的人，特别伊身躯边上界亲近的人。所以，直到伊听足侪，这身躯边。才会三妻四妾，甲伊讲话吼，所以久啊吼，会当听的心，对伫即种似是而非的即种话，来蒙蔽了真理吼。其实对所罗门来讲，当伊有即个下愿的祈祷，讲下即个愿，讲上帝啊，求你赐我智慧，啊，搁献千只的献祭，迄个哪亲像咧甲上帝。咧讲条件的过程，其实这对伫所罗门来讲，这已经是甲上帝沟通的一个顶点，伊无法度搁进步啊。哥罗西书第2章第2节，伊讲，叫因的心就得到安慰，用疼心彼此联络，照伫丰富满足伫悟性的中间有充足的信心，互因真正知影上帝的奥秘，也就是耶稣基督。愿上帝亲身来带领，互咱的祈祷毋是停留伫所罗门祈祷讲，我甲你交换，我用千只的献祭来换，我有智慧来判断这个事。但是对伫伊心内迄个矛盾，伊甲上帝无相同行。真可惜的事，圣经咧记载，毋是记载一个人的成功，是记载一个人伊安怎伫人生的经过，互咱得到境界，互咱得到。合适，愿上帝亲身来带领，互咱甲伊连结，来操练这个祈祷的功课。咱要用这个圣诗561首来回应上帝，求主赐予阮智慧，赐予阮听上帝话的智慧甲气力，互阮逐日来经历上帝对阮的听。咱坐咧念就好。赐阮智慧甲气力，无论大日有啥作务，赞愿刻苦行行忧愁。赐阮智慧甲气力，赐阮智慧甲气力，时刻真力拥抱真理。关心人有照顾慈悲，赐阮智慧甲气力，赐阮智慧甲气力，伫阮所点时代情境，付出听叹关心同情，赐阮智慧甲气力。赐阮智慧甲气力，大项所行无论大小，甲阮同在正阮所做，赐阮智慧甲气力。亲爱的爸，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正做你的细囝，是上帝。你想述度一世囝耶稣基督伫世间，互阮祈祷的时，就记得天顶的爸，你安怎互耶稣成做奴仆，成做人的样相伫阮的中间，互阮无牵条家己自高自大，因为早前亲像上帝你使所罗门有遮尔丰富世界第一的智慧，总是伊也跋倒，伊也伫伊的信心中间。无倚靠上帝，伊的智慧所求的是听叹人的话的心，
总是主，阮要搁较侪来祈祷，恳求上帝你赐阮智慧，赐阮有气力，当人的话起起落落，反起反倒，哪黑哪白的时阵，伫上帝你的内面，阮要知影，信仰就是黑甲白是分明的，信仰毋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立场，互阮起条伫信仰的中间，互阮也常时照着主你所赐阮的智慧，常常来听主你对阮讲话的声音，也保持伫祈祷的中间，甲主你联系，甲主你沟通，互阮的关系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阮毋但是透过伫今日的信息来回应上帝，也透过伫基甸会因所做的事工的报告，咱会当伫奉献的时阵，也三体关心、三体奉献。所以这时我邀请叶仁义长老来甲阮分享伊的见证，甲基甸会所做的事工。蔡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的恩典，甲咱教会中一个恩准接纳，互我有机会代表基甸会来大家请安。我先介绍阮今仔日来参加聚会的基甸会员，这是阮的会长赵阳会长。咱的今仔日聚会是雅典出结束，甲伊的太太慧珍非常济，甲咱的侯国祥长老，甲来丽华姐，搁一个是伫我心目中上水的太太洪英姐。我嘛快到伫咱遮比我加7岁，但是比我较少年的我的大兄日头对了。是对对，这是我的阿嫂，若讲长兄如父，长嫂所以阮阿嫂每一年拢8肉粽我上爱食，我拢等一年拢等一摆。伊的肉粽有妈妈的味道，我想妈妈，所以。对，受妈妈就受阿嫂的肉粽，真感谢。所以我今日看到真侪迄个熟悉迄个咱泸州迄个教会会友，心内得跳欢喜，感觉好像回家了。阿妹，这本圣经上帝话讲是就安怎，讲毋是安怎就毋是。所以咱将圣经摕起来好无？咱有圣经咱。摕我管管，你讲无爱啦，我摕来无爱摕圣经啦，我无爱高举上帝的话啦。你也无摕圣经起来，耶稣安怎？耶稣嘛听你啦，但是你也摕愈悬啦，耶稣愈听你。好，咱大家摕我管我讲一句，大家讲一句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是咱泸州的歌，上帝的话，若一个开听，就发出光，会互误人通达。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阿妹，有一摆我伫迄个咱三条埔的中心路，大家知无？中心差不多中心教会附近遐。中心教会是我的母会啦。较早我幼稚园伫安尼，我出世嘛伫所以我伫中心路遐咧送圣经，伫路边咧送圣经。咱的姐妹伫诊所内面咧送互遐护士甲病人。我摕这本圣经摕一沓圣经，我送迄个伫遐咧食迄个早餐的人。迄阵头就9点半。迄阵敢是早餐，早午餐，有4个人坐做伙，差不多60几岁。
啊，这四个人吼，会生做安怎？无像我遮缘投，嘛无像我遮高兴。哦，生做安尼怀拔啦，怀到迄个面来怀安尼啦。嘿，啊坐伫遐，哦咧食早顿，手啦，搁夹一支烟啊，咧伫遐咧倒啊咧，喙角啊啦，嘿，搁有一个槟榔，啦，槟榔啦，搁吊伫遐安尼啦。好，我想讲，哇，这四个人要来传福音，毋知有可能无？上帝甲讲，我紧做你甲传，因为圣经有记载讲吼，来，咱来看一个圣经来，信心的行动，咱信心也无行动啊啦。嘿，来，咱来看一下《雅各书》第2章17节，咱大家来读，预备来。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有当时啊，咱要传福音哦，咱来主耶稣吼，咱传福音，主耶稣是互咱的命令哦。主耶稣互咱的两大命令是啥物？两大命令哦，第一就是大诫命，大诫命叫做啥？你是啥听啦？我听你，你听我啦。你好我好啦。咱听咱的兄弟姊妹，听厝边亲像家己。听第二咧，听袂落啦。毋是哦，圣经讲啊，咱的第二啦，嘛爱为基督，嘛爱听伊。所以咱哦，大诫命就是爱你侬我侬，好煞亲多，我泥中有你，你泥中啊啦。有哦，哦，这大诫命咱有守无？无，爱守啦！大诫命一定爱守，所以咱来听迄个吼，万有咱的人，听会落无？没有，信心班长啊，我嘛跳不出来落。但是耶稣讲互咱哦，第一个是大诫命，第二叫做大使命。大使命过来，你就是普天的啊啦。传福音，互百姓真做啊啦，主耶稣的学生。你无想讲传福音要真做我的学生，迄个我是耶稣啊！你无想讲真做我的学生啊，是真做耶稣的学生，阿妹。所以传福音哦，伊后壁佫一句话讲，你若去传福音，信的人啊啦，有新约基督对着咱，阿妹。信的人，不管咱传的人。咱传的人，伊也信，伊就有新约基督。咱也去传福音，就有新约基督。咱若倒咱乖伫咱的教会，咱教会有水无？外口热干的，内面安怎？吼，较戆的嘛要入嘛。所以教会有够凉哦，够舒服无？拢永远当遮好无？无啦，耶稣讲咱安怎？去传福音。所以我就想到遮吼，我就甲这四个人安怎传福音，虽然心安怎也惊，我来遐定定话讲，你迄三比八吼，你互下者就倒哦，你目睭爱安怎？闭较紧的，无去惹着麻烦啦。我来遐定定咧交代，我自细汉有遐足可怜的，下着就昏去，弄着就昏去啊。然后讲我活袂到国校，但是安怎？我不但活到做兵倒来佫活到。即摆58岁，哦，68啦，佫娶某，佫生囝，佫生三个囝，三个囝即摆佫做阿公，感谢上帝稳定，阿妹。我就甲这四个人传福音，第一个人我这是先师，咱传福音安怎？我基地会是用一本圣经来传，这位先师。这个先生，我今日哦要将这本全世界安怎上最好、上宝贵的一本圣经，免费送互你。这个人伊坐伫遐，伊安尼看着，卖吵啊！我食饭咧吵势，夭寿，迄人一个人，我两个因为我60几岁初用的，初用的。咱像咧做小工迄种戏，就是咧咱咧建筑工的迄种戏，做拖水的就对啦，係我这卖甲得成，我讲第二个安怎？我甲第二个讲，这位弟兄，即摆较细声啦，拄好，这本圣经是全世界上好的一本书哦，免费送互你。即摆第二，
这本书是啊啦，这世界上好的一本书啊啦，要退啊啦，送互你好无？伊做啊啦，甲徛起来啦，你真死哦！甲你莫吵了，莫吵咧！哎呦，又坐了我。哦，迄阵要打退团鼓啊！你会走无？会吼，我本性我嘛会走，但是迄阵性是安怎？袂使走，继续团。哦啊，惨啊！啊，我要打一死亡的介数啊！我说好啦，到第三下我就甲团。讲，这句话我较细声，来后面写啊。谢谢，我这本是全世界上好的一本书，我今日免费送互你好无？拜托的啦，拜托。伊怎哦？伊怎甲入？你是要看到歹人哟？我就真的，呀，这三个拢做歹人，拢做歹安尼。啊到好啦，我要来甲姊妹。要来姊妹因头要到位啊！我要来甲日头，我看第四个伫遐吼，伊嘛是生做坏坏，伊个喙角啊啦，嘛是有无能吃，伊个手啊啦，嘛摕一句分，但是伊啊啦，目睭咧甲我看，姓氏甲讲，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安尼啦。你捌听过姓氏的指示无？你若脱落音的时，你不老时伫厝吼，找你去拢无新正技术啦。你若去脱福音啊，就新正技术、信息拢甲你动晒，你就有即个敏感的灵。你互地我讲对即个，我怎硬着头皮，我即个哦，搁较细声。我这人太无胆，讲大哥，本来是真死俩，即个叫大哥，啊，拄好甲我介绍，甲咱少年团子介绍我大哥，我大哥讲无啦，大哥拢伫工啊内面。我讲大哥啊，这本册哦，我毋敢讲，我这本册啊啦，送互你好无？拜托的啦，送互你，我有业绩啊。伊啊啦，伊怎甲我看者？伊目屎啊啦，我老了。你看60几岁的人目屎啊啦，会老了。所以我哩，伊也讲我较早吼，1年啊到6年，我伫南部，我是南部啦。1年啊到6年，我拢伫注意学啊啦，注意学啊啦。嘿，我拢伫教会的注意学。啊，国民校毕业了，我就来台北啊啦，就来台北，就无去过啊啦，就无去啊去教会，50几年无去教会啦。咱拢想讲啊啦，但是这中间无人甲传福音啦。50几年无人甲传福音啦，咱想讲咱甲传福音啊，拢毋听，咱甲传福音啊，拢毋听。其实这个兄弟甲我讲啊啦，讲50几年无人甲传福音啦，你有见笑无？我袂讲你见笑，我是讲基电会见笑。所以我50几年无来传福音我即摆即本伊怎讲吼？其实吼，我伫注意学的时，老师教我一条歌吼，我即摆也会记。你哦，你要听我唱？我好，你唱我听。咱大家要听这条歌无？嘿，这条歌是丢了教会，咱嘛是丢了教会，丢了教会教的一条注意学的歌，就是咱的叫做咱的信约的迄个圣经迄个题目，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伊唱一条我听，我唱咧到第实在有够感动的，我即摆唱互咱听好无？伊开始要唱啊，伊唱我听。伊可能比我唱我较水，真正的，这60几岁的老兄弟啊，唱比我较好听。我开始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
协萨罗尼加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到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在后书，约翰三书，犹太启示了。伊唱了的时候啊，目屎流过。咱捌听，咱捌看过60几岁查甫人，你捌学屎无？足少看着啊！男儿有泪安怎？65岁的人啊，互上帝感动流的目屎安怎？是啥物？是蜘蛛啊！伊的面，伊本来咧坏怪怪的面啊，即摆安尼笑安尼足祥和啊啦，似条天使的面吼，阿妹，似条天使的面啊！伊跩甲接这本圣经去讲，这本圣经好看。伊其他3个朋友跩徛起来，我想，哎呦，我这吼，拢穿开甲讲我大汉的，我这偌点的。伊摕一本咯，阮每一个人啊啦，拢要爱一本。阿妹，叫所有伊个归互天父上帝。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见证，后摆有机会吼，我的见证拢做有几啊摆。所以后摆有机会，咱会照做见证来。所以基地会啊，我咧基地会除了伫个人见证、街头舞蹈，我都伫这叫做啥饭店，伫遐饭店啊，就上圣经。我伫遐吼，将差不多这个这饭店啊，差不多300几个房间啊，我就摕300本去，做一个简单的礼拜。礼拜刷的时候，我就将圣经下互每一个女舍的桌仔底，这是伫女舍上上圣经。这是伫学校就上圣经。你要看迄学生啊，摕着我的圣经伊就开始开始献。内面后一句话哦，感动伊就得救啊！一本圣经就得救啊！你讲读圣经会得救哦？我讲一个见证。这是白白，这护士送的。我若去我也做白的时，我有机会较早会当入去，即摆较无法度啦。即摆拢爱通过人摕去，较早我会当亲自去白床内面。去会当送，就做温馨送互伊。伫迄个山居总咱迄个上山南港内湖遐是山居总医院。遐有一个白人，伊叫做何家福。伊是中校啦，中校伊迄阵伊阵拄中校，伊得着啥物病？得着黑骨病。咱一个安尼，军再来迄个歌声叫啥？何日君再来？邓丽君得啥病？气喘病，会死无？会哦。所以我这中校何家福毋是何家福伊得着即种病。医生也宣布讲，你若无开办体哦，你会飘去，安尼，伊出3个月好活了。你有相信无？伊一工看，要安怎？好佳哉，我哩讲基地会将即本送互伊，伊说这是啥？这是啥？伊怎安怎？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伊就安怎？伊就受感动伊就讲这就是我要找的上帝啦！安尼，伊怎看到伊的灵内面那条看到安怎？有人咧做礼拜的声，有人咧唱歌，伊怎咧？伊就迄个电池摕咧，我要来看这到底这声是有对来？伊怎去遐看？原来就是安怎？人咧做礼拜啊！山居总医院内面有礼拜堂。伊伫遐做礼拜，怎入去咱目屎安怎？国内安尼，到尾伊连牧师咧讲细拢听无，牧师讲大声伊嘛听无，牧师讲细声伊嘛听无，伊若听到安怎，伊就入去教会尔，伊就安怎？伊目屎一流。落下的时伊怎？人煞的时，人讲你哪硬哭？伊讲
我嘛毋知，我嘛毋知，我要洗礼所。啊，讲啊，你要洗礼无？好，我要洗礼。迄讲就洗礼啊！伊咧洗礼足简单咧，要像讲咱丢到教会，就爱搁上多偌久？咱输洗礼哦，洗礼了是安怎？伊拄啊读伊本圣经哦，看怎看完，即本新约圣经怎看完？看完咧是伊的爸安怎？怎好伊？阿妹，看圣经看到爸好伊啦。本来3个月4月咧，伊怎安怎？欢喜跳跳，怎倒去做兵，做到中校安怎退伍？退伍了，伊无倒去厝哦，伊第一时间无倒去厝，伊怎走去阮的台中的组会遐，伊就台中基地会、台中组会嘛，咱基地会的组会伫台中，伊怎走去台中哦，离台北走啊台中，入去啊组会开的时，人讲啊你那个组会会员啊，迄个人员啊讲啊，这位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伊讲这是毋是基地会？对啊，我这是基地会，我要加入基地会。吼，我毋捌看到人，我通讲要招基地会员咯，我讲阿伯啊姆啊，阿伯啊姆啊，伊招，也无人要入来，因为基地一本就少，啊，但是人即个好家伙啊啦，伊的性命上帝救的，伊看到这本圣经信主的，白医好，伊讲我要加入基地会安尼，安怎？啊，到尾讲啊，你住对，我住西流坡，伊怎加入阮三良聚会，加入加做三良聚会会友，阿妹。有一个见证哦，咱遮这军中拢送啥物本？米菜。较早吼，军中这本圣经是啥啦？军中会当有圣经无？袂使啦，咱会当有圣经。军中是安怎？违纪品，圣经是违纪品，拄爱好家伙。好家伙是毋是阮基地会员？啊，伊到尾经过10几年哦，读4学年了，伊当去做传道。啊，因囝哦是文化大学毕业的，读啥物系？读迄个心理系。伊怎啦？伊怎去真做伊去做兵。啊，但是伊做兵伫桃园哇，咧，一礼拜迄兵营，逐个拜六有人有天顶，有迄个，毋是天顶，有楼顶上落来，逐个拢跳楼，后面过完就是跳楼，连续几啊礼拜、几啊个月拢安尼啦。规个辅导站逐个某咧烧，夭寿，逐个咧，这兵是安怎草莓族哟，拢袂遇到一个压力就跳楼自杀。到尾讲，伊怎去叫师公来验有效无？无。到尾找迄辅导，即个好家伙囝，好家伙囝，我无咱来叫基地会员基地会来甲咱斗相共好无？伊会安怎？会伫遐演讲，演讲了的是会分析经互咱读，即本圣经安怎？会互人的心安静，会让人心安怎？平和。会人互人心安怎？会安怎？有死伫死亡的山峰安怎？看到天光，阿妹。这辅导站经过开会了，甲二部、甲四部安怎发了了，到尾另外人讲无报安怎？最后安怎？咱也无报的安怎？好啦，无要紧啦。虽然对基督教无了解，但是安怎？叫因来啦。通过迄届演讲安怎？我咧演讲的时就是讲完起哩，遐边个拢坐掉的，要演讲以前一人送一本，到尾演讲落时，这本圣经伊怎？伊讲你有人无爱底的人收倒来，规一个新只技术发生安怎？规个兵营逐个人讲无即我下咱头壳互你收倒来，所以本来是违纪品变必备品，阿妹。所以即摆一年有300场的军中演讲，阿妹，拢上帝的作为最后有
三届的迄个富裕请求3点的请求，第一为阮祈祷，坐祈祷，坐开啦，少祈祷，少开啦，无祈祷的，拢无开啦。阿姨啊，讲话有大声无？无祈祷的，无祈祷，我讲话嘛遮大声啦，无祈祷安怎拢无力。一只虾啊叫做虾，两只虾啊叫做虾，三只虾啊，嘿嘿嘿。你若无为我祈祷哦，阿姨啊讲较大声哦，嘛是嘿嘿嘿，至少打咧，是向个东去，打咧那把无意义。所以为我祈祷好无？嘿，我伫前线咧坐啦，你为我祈祷，我就开力。哦，所以大声无效啦。你也有信息的动作，摇尾啊声嘛做厉害的。我那拖落音到尾啊，迄个时啊啦，摇尾啊声，摇尾啊声会反转人的人生哦。有祈祷就有差，就有力。第二，有阮福气，这一本大本的，一本50，这差不多30块。期待咱今日哦，心内甲上帝讲，谢谢你感动我，我会当福气几本，我福气10本，一本啦，10本就是500块。我甲你讲，伫台湾送5本，伫非洲送5本。咱咪讲咱福气咧，10本圣经拢伫台湾送，无咱台湾无遐济，你即摆台湾无遐济啦，咱就伫台湾送5本，伫中亚、伫南亚，也是伫非洲送5本，阿妹，咱立足台湾放眼全天下，咱的徛在伫台湾，咱福音爱讲传伫全世界，最后所甲咱讲，你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来，过来，家己祈祷会，这上重要。你看我安尼33岁家己祈祷会，到即摆几岁？58岁啦，毋是58啦，58岁到即摆吼，我一直招新的人来，足困难咧，旧的嘛足歹招的，期待咱教会对无？你也感觉家己祈祷会真送圣经真好，咱就家己祈祷会。我甲你讲，我甲牧师讲，甲咱蔡牧师甲咱互你放心，你也家己祈祷会，你也介绍一个会员，你的信徒入来我祈祷会，我保证，行你一个基地的勇士，阿妹，袂甲你收去啦，你甲我伫教会真认真的服侍，安尼，以上感谢。咱来奉献，这书面的当讲。
咱掀开手中的周报吼，周报头前迄个金句，咱来念一遍《列王记上》第3章第9节，来请。求你收拾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因为谁会判断你遮多百姓啊？列王记上3章第9节。今仔有新朋友无？有吼。咱来报告本会消息。今日是基电会募款主日，欢迎叶玲仪长老代表基电会前来本会分享甲事件报告，传递经上圣经领人归主的理念。兄弟，请关心大道，奉献支持。第二，每礼拜三暗8点祈祷会，邀请兄弟踊跃出席，为教会集体灵命更新，建造教会异象，守望祈祷。本周进度是创世纪28章，8月初1拜六完成基础乐理课程，因为举办圣歌队音乐营，教会内课程暂停一摆。我来8月初2。下主日联合礼拜9点举行主日学儿童礼拜，甲父亲节庆祝礼拜，由主日学师生来担任礼拜的服侍，也邀请大家好加出席，一同庆祝蒙主祝福。礼拜有准备爱餐，兄弟准备迄个环保的爱餐的环保的餐具啦。哦，啊第五圣诞庆祝会，今年才用特别的方式呈现，需要提前设计。请要参加演出的单位8月22日前提供节目，包括节目的类型甲曲目。报名请找迄个陈芳玲姐妹，会议报告该看。下礼拜后1楼是联谊厅，联沙区请大家入座吼。新朋友顶礼拜新朋友。胡美英的囝儿甲新妇，听有来无？有吼。团结消息，少年团结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后，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主理是李文良会长，主题浅谈认识 AI。圣歌队7月31日到8月初1举办彩会。找回初心，重新得力。音乐营地点是大阪跟饭店。主日学8月初1暗7点到9点彩排。8月初2主日当天流程，主日学家长特别留意，期待所有的学生拢会当一同参加。8月初2下主日，邀请主日学家长甲会友共同参加父亲节感恩。儿童主日、学主日，顶礼拜6甲礼拜暑期儿童营，我是媒体小达人，拢总有44个国小1年到6年的学童参加，逐工甲青少起，每一天拢有28个协助传达上帝的话。第4，青少年团结8月15到16举办灵修生活营，地点宜兰，对象是青少年团结国小毕业生、客友甲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300，大专生、社青
每一个人600报名，即日起到7月26，额满为止，限了25个。过来为肢体伤痛，为这侪辛苦病痛的人来台岛，写家己过目。教界消息本月7月26本主日下晡3点，中心教会举行林文良牧师、主任牧师进城退休感恩礼拜。咱本会牧师蔡东旭牧师代表本会出席，请关心台岛。搁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迄个礼拜三，爱等电乐完才会使才离开。哦，这也其是咱中间的停事，礼拜的停事。吼，请大家注意。牧师来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代表教会含咱基甸会谢道社咱的林义长老以及咱的三重支会的代表，含咱谢道社，甲恁鼓励一下，多谢。好，多谢，请坐。头拄有甲咱报告，后主日是咱真要紧，就是咱的这个会当做伙来庆祝父亲节。总是这个也上时是足要紧，是咱的主日学，咱的师生、老师甲学生有备班，有准备真特别的主日礼拜的安排。因透过伫戏剧，透过伫每一个流程，无共款的设计甲安排。才会准备，因真用心，所以8月初1，搁要对伫即个彩排最后伫咧要进行礼拜进前的一届彩排，因前的即个时间拢已经准备了、排练了足久的时间，所以咱爱特别为着因三体祈祷。上时咱也爱准备心，就是讲，因为即个主日学的学生，咱有邀请当下季校校，因有来参与遮的学生。有一寡要未踏入要教会，透过因加入即个下季校校的遮个学生，伊会当来到伫教会，所以咱期待讲，咱后主日的时阵，咱的座位的安排会较特别，为着遮个小朋友以及因的家长会当较好势的安排，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来的时阵，咱尽量让互遮个因参与，包括讲爸爸妈妈要甲因的细囝翕相、献诗欢喜，要甲因翕相的，咱就来备办，互因会当较好势即个座位的安排。咱的细囝，咱的主日学的学生会坐伫即马咱圣歌队的即个位吼，所以即礼拜是咱双年，后礼拜是咱的小朋友吼，这两个无共款的年龄层，所以咱备办心。来准备后礼拜的即个敬拜。咱的祈祷会经过2礼拜的即个韩国短宣的即个分享了后，接续咱要继续即个进度，就是26章。头拄牧师伫即个投影片的所在有做修改，毋知是安怎存档敢若无好势款。无要紧，我等下即个透过安尼甲咱更正，透过安尼甲咱报告，多谢。咱带着祝福的诗歌，请起立。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牧师接导。三甲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
愿咱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的疼叹，圣囝耶稣基督是一个顶救赎的恩典，信神上帝以阮的生命中间做奇妙新者的事，互阮尽力去传福音、报好消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